既然靠自己隱姓埋名，條路行唔通，從小到大都生性聽話嘅向佐，唯有接受現實，乖乖咁聽從屋企人嘅指點。佢老豆同佢講，除非你有真功夫，我會考慮。呢一刻，演藝履歷猶如白紙一張嘅向佐，接受命運嘅安排。我跟杜琪峰講，一定要給他一個訓練，而且一定要最苦的、最困難的，給他學一個武功。向家嘅如意算盤係咁嘅，第一，好多武打巨星都係大器晚成，向佐而家先至發展，唔怕遲。吳京啊、甄子丹都40幾歲才紅，所以說不急，你等着看。第二，你睇下老豆向華強，當年賭神飾演龍五係靠咩啊？咪只係靠面癱加好打咯。武打最難的是什麼呢？武打最難的是武打之中有戲。李小龍的那個李連杰那個擺 pose 那個漂亮啊，成龍的那個滑稽啊，甄子丹那個葉問啊那種穩重啊。只要跟住老豆呢條方程式，冇死錯人嘅。於是向佐決定轉型做武打演員，用最大嘅決心閉關苦練。我是個做什麼都很認真的人啊，為了功夫表演這一塊，用了很多心思，7年去閉關。佢拜咗李連杰為師，係李連杰嘅唯一弟子。日日咁樣練，都10個鐘頭嘅，乜都練，攀藤啊、兵器啊、拳腳啊，佢日日都傷嘅。喺呢7年唔係玩玩下，係練到斷手斷腳，甚至因為長期受傷要食止痛藥，搞到腎功能水平跌到只係得70歲老人嘅水平。我受很多傷啊，半月板碎掉了，然後這個腿被插了一刀那麼深的，然後頭破血流，脖子折過，腰折過，手指斷過，你看。